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代替普悠玛的火车。3年前，伫宜兰新马站败马冰车，18人死亡，215个人轻重伤。宜兰地方法院早起来宣判这个普悠玛的司机员杨振中过失致死罪，判4年6个月。宜兰地方法院来表示，因为司机员杨振中甲这个列车自动的保护系统 ATP 共关起来，佮超速来行驶，违反着列车操作的定序，所以火车才来败马冰车。加上伊唔认罪，嘛无来反悔，才会甲判刑。同时，机务处的副处长刘灿宏，甲这个综合调度所的所长吴英钦2个人，因为甲这个意外并无相当的因果关系，所以判无罪。也毋过，要求罹难者的家属认为，这个司机员只是替死鬼，应该彻底来检讨这个事故，唔通让这个案件搁老草来结案。